喺澳門呢個地方，我見得太多人因為沉迷酒錢，搞到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。其實每個人啱啱開始嘅時候，都係抱住玩兩手過客手演、見好就收嘅心態。點知一旦坐咗落去，個心魔就會慢慢爬出嚟。贏咗錢嘅就想贏多啲，覺得運勢喺自己呢邊；輸咗錢嘅就急住想撈翻本，諗住下一鋪一定翻身。結果就係咁樣來來回回，陷入咗一個無底深潭入面。講真嗰句，我喺呢度打滾咗咁耐，真正可以喺裏面全身而退、完美抽身嘅人，我一個都未見過。由我第一次踏足澳門到而家加埋都去咗50幾次，我都算創造咗一個奇蹟，就係一次都未贏過翻屋企，次次都係兩袋空空咁走。雖然中間試過好多次贏到開行唔捨得走，但最後都係雙倍交翻晒俾執場，好似幫人代資咁。澳門呢個地方真係會令人完全迷失自我，甚至連自己姓乜都唔記得。當時我望住手頭上剩低嗰一個5萬蚊嘅籌碼，心裏滿不是滋味，嗰種沉重感真係筆墨難以形容。我叫荷官幫我打散佢，換咗4個1萬同10個1000嘅籌碼。我將呢啲最後嘅子彈全部推晒去賢嗰邊，準備孤注一頂。我攞出1萬蚊打咗個334，即係3000蚊莊對，3000蚊賢對，再加4000蚊個和。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氣，周圍啲嘈雜聲好似瞬間消失晒咁。我心裏鬱悶到極點，成個人好似俾塊大石頭壓住，呼吸都覺得有啲困難。呢次係我第2次。自己嚟澳門之前喺總統呢間細間嘅賭場入面，我已經輸咗50萬港紙。嗰陣時真係輸到眼都紅埋。正當荷官準備發牌嘅時候，突然間有人喺我後面大嗌一聲話等一等。我當時心情已經差到極點，好似炸藥桶咁一登就着，有啲唔耐煩咁拎轉頭睇下邊個咁唔識趣。點知呢一睇，我團伙竟然熄咗一半。嗌住嘅係一個好有韻味嘅少婦，我唔知點樣去形容，總之就係覺得佢好有女人味，成個人散發住一種成熟女性先有嘅吸引力。佢喺弦上面放咗一沓1000蚊嘅籌碼，睇落都有7、8千蚊，然後又攞出2000蚊籌碼，買咗個3條5莊對、弦對同埋和各500，最後剩低嗰500蚊都壓埋去弦嗰度。我抬頭望咗佢一眼，對上佢嗰雙好似識講嘢嘅眼，我竟然莫名其妙咁覺得塊面有啲發熱，唯有尷尬咁定翻轉頭叫荷官開牌。呢位少婦喺側邊不停幫我加油，撩滴滴咁嗌我：帥哥加油，話一槍過呀，一定得嘅。聽佢咁樣講，我突然間好似打咗強心針咁，信心翻晒嚟。荷官派咗2張牌過嚟，我用能抖嘅手慢慢搓開。第一張係4邊，心入面跳咗一下，再搓埋第2張，竟然又係1張4邊。我示意叫莊開牌，後面個少婦見到莊家嘅牌，即刻興奮到擊掌叫好。原來係對子莊家開咗1對3，真係好。兆頭莊對中咗33000蚊，即刻落袋。我心入面默默祈沙，只要吹走一個就雙贏啦。少婦喺我後面一齊嗌吹，佢仲成個人烏低身埋嚟睇牌。嗰陣淡淡嘅香氣直接轉入我個鼻入面，令我心神一糟。我心入面叫自己一定要忍住，而家係生死關頭。我一點一點咁翻開張牌，見到中間有人，心入面終於踏實咗呢一鋪贏定啦。我慢慢攞住嗰張4邊，仲要繼續吹，扮到好緊張咁。少婦都跟住我一齊緊張，佢幾乎係貼住我耳邊大叫：吹啊吹啊！結果兩邊都冇嘢出。我順勢將2張9點甩喺台面，興奮到轉過身同佢擊掌慶祝。呢鋪弦贏咗4萬，加埋莊對弦對贏咗6萬6。我手頭上瞬間多翻15萬籌碼。小婦順勢坐咗喺我隔籬張凳度，佢嗰對黑絲美腿有意無意咁掂到我，嗰陣誘人嘅香味又再傳過嚟，搞到我個人有啲飆然。所謂美人在側，壯志掄魂。我豪氣幹雲咁將10萬蚊推晒去弦嗰度。小婦指住個豬盤叫我睇路，話帥哥呢鋪可能會出金剛裝啊。我聽佢講，覺得好似幾有道理，轉頭就將10萬蚊改頭去裝。佢亦都好爽快，攞咗1萬蚊籌碼，
壓喺我搭籌碼上面，話同我共進退第一張牌派落嚟，白茫茫一片，B 住睇都冇出頭，係張一近加開牌，一張公配，一張六。我當時信心爆棚，直覺話俾我知呢張牌一定係我要嗰張。我慢慢搓開，果然係三邊毫無限列，話係張7點，直殺好靚。我同少婦又一次擊掌慶祝，大家笑顏逐開手，頭上有成20幾萬籌碼，個人終於有翻啲底氣，腰骨都挺直咗唔少。之後嘅過程真係順風順水，每一鋪落3、5萬，少婦每鋪都好似跟班咁。跟住我下注期間仲中咗2次和，真係旺到發指，一削牌未打完，我手裏已經有70萬籌碼，而佢都贏咗成10萬蚊左右。正當要換荷官嘅時候，我將籌碼換成7個10萬蚊嘅大碼，起身同少婦講，不如去食啲嘢休息下。佢笑眯眯咁點點頭，欣然同意。喺帝豪酒店後面有一間叫松花湖嘅飯店，我哋入去簡單食咗幾味菜，仲一人飲咗支啤酒解下渴傾偈，先知佢係長春人，我就姑且叫佢靜靜。佢話佢老公因為職務侵佔被判咗9年，入咗去先1年以前。佢哋係夫妻檔一齊嚟澳門揾食，通常都係贏多輸少，日子過得幾滋潤。老公入咗去之後，今次係第2次自己嚟。上次3月份輸咗8萬，今次基本連本帶利贏翻晒，所以佢成個人顯得好開心，講嘢都大聲啲。我哋互留咗電話，約好夜晚一齊去對面嘅永利見識下。食完飯，佢住財神，我住帝豪，雖然2間酒店好近，但我鬼使神差咁話要送佢上樓，佢竟然完全冇拒絕入到電梯。豪宅嘅空間入面滿布佢陣香水味，我個心已經開始跳得好快，成個人心猿意馬入到房。我從後面輕輕攬住佢個腰，佢成個人就順勢軟晒喺我懷裏面。哇！一切都發生得咁自然。完事之後，我點咗支煙，望住天花板，覺得成件事真係好神奇。呢次係我第2次嚟澳門，竟然有葡遇，仲要喺執場贏咗錢。我覺得澳門真係一個福地。之前嗰啲晦氣好似一掃而空咁。靜靜同我講，總統執場太細，好少見到好似我下注咁狠嘅客。佢其實唔知我第一次嚟澳門嘅時候，見識過嗰啲真真正正嘅豪客點樣揮金如土。我喺床上抽咗2支煙，望住佢迷人嘅曲線，又再翻身將佢壓喺身下面。小婦嘅身體真係有一股好特別嘅魔力。呢次經歷到而家，我仲係記憶猶新。一嚟係因為少有地輸錢都可以打返嚟，二嚟係因為呢場葡遇美妙到令我覺得唔真實，好似發緊夢咁。亦都係呢次經歷令到我之後深陷於老虎機嘅世界入面。財神酒店啲房真係好細，同我後來發跡嗰陣住嘅大套房完全冇得比。我哋輪流洗完澡換返好衫，哇，好似一對熱戀中嘅情侶咁，挎住手行落樓。對面就係金碧皇嘅永利。入到大門嗰陣，啱啱好係吉祥樹表演，周圍圍咗幾圈人喺度影相。雖然場面好震撼，但我哋嘅心思都唔喺表演度，睇咗2眼就急急腳入咗執場。去到帳房，我換咗20萬港紙，佢就冇再加碼，攞住之前贏嗰啲籌碼揾台玩。我哋喺一張台坐低，點知運氣呢家嘢真係好難講。可能好運真係喺床上面用完咗，嗰20萬好快就輸完，該吹嘅唔吹，該頂嘅唔頂。我心入面開始有啲煩躁，靜靜勸我先休息下。佢話執錢最緊要心態，雖然冇咗20萬有啲肉赤，但因為仲未輸到本，所以我心態仲算平和。我喺袋入面攞出1萬蚊同佢講，不如每人5000蚊去玩老虎機轉客運。我將5張1000蚊入落部機器度，玩緊一種叫群龍競渡嘅遊戲。開頭1倍咁樣打咗1000蚊落去，連個水花都冇。我性格比較急，直接跳到10倍。點知打到第3鋪熒幕，突然間當當聲響，掉咗3個銅錢落嚟。靜靜興奮到拍晒手，話入咗遊戲啦。佢幫我點咗個紫色龍頭嘅神秘獎勵，顯示有13次免費遊戲。隨着節奏感好強嘅音樂響起，我睇明白咗紫色龍頭係百搭，仲可以有最高40倍嘅獎金。遊戲入面又中咗3個銅錢，
即係所謂嘅寶中寶獎連翻倍。嗰陣靜靜緊緊咁貼住我，佢嗰對豐滿嘅胸部頂住我手臂，我可以感覺到佢因為緊張而急促嘅喘息聲。到咗第14次免費遊戲，熒幕上面同時出現咗紫色龍頭，佢興奮到尖叫咗出嚟，吸引咗好多人過嚟圍觀。第一輪遊戲完咗，已經有18萬，再加埋寶中寶，一共贏咗22萬。因為分數太高，機器落唔到分，要嗌公關過嚟人工派彩，我將20萬本金收埋，贏翻嚟嗰啲都俾晒靜靜。佢開心到不得了。當時已經快10點，我哋都唔覺得餓，就研究去邊度消遣。我帶佢去咗東望洋酒店嘅花心公子，神秘兮兮咁話帶佢睇表演。入到去嗰間黑麻麻充滿煙味嘅房，見到個金髮大洋馬同個健壯男人喺紅色舞台上面肉搏，靜靜紅晒面，狠狠咁擰咗我一嘢，話我帶佢嚟呢啲壞地方。我喺佢耳邊壞笑，話要帶佢翻去一齊研究下。嗰晚我哋玩得好盡興，最後筋疲力盡咁瞓咗。半夜我突然醒咗，覺得口渴想飲水，見到靜靜瞓得好甜，好似個小朋友咁。我就生咗個念頭，想自己一個人落去玩兩手。我躝手躝腳咁着好衫行落大堂。半夜嘅財神酒店人唔多，燈光顯得有啲昏暗。我換咗20萬籌碼，揾咗個幾靚女嘅荷官坐低。第一鋪押2萬去燃，開牌公配9。我心諗第一鋪就咁靚，今次發財啦。點知荷官開牌竟然都係公配9走火，我暗埋一聲，再加碼押3萬。結果又係輸，我個人開始上頭，想贏翻嚟。結果3鋪牌就將嗰20萬輸清光。嗰陣時個心好似俾針拮咁痛。我決定換場行去美高梅。喺美高梅我換咗30萬籌碼，揾咗張台坐低，同台有個中年男人面前有成40-50萬籌碼，睇落都係個老手。我第一鋪冇落注，想睇下個路先，點知接住落嚟好似中咗邪咁。每一鋪都差少少，我份人好固執，人哋黑我完全聽唔入耳，覺得自己一定得。結果30萬又咁樣慢慢磨到冇晒，個人開始覺得好攰好絕望。我行去打老虎機，諗住搏下多福多財個彩金，希望可以天降橫財。我入咗2萬蚊落去，因為起注要成88蚊，1000蚊幾嘢就玩完。嗰啲錢好似倒落海咁，我當時真係輸到眼都紅埋。完全冇諗過要收手，心入淨係諗住點樣搵錢翻本。我打俾內地個生意夥伴，同佢講我喺澳門出咗啲事，叫佢即刻轉20萬俾我。錢一到我又即刻去表行拆咗出嚟。我打俾靜靜，叫佢嚟美高梅搵我。佢嚟到見到我輸咗咁多，成個人沉晒，佢都有啲心痛。但好奇怪，佢一嚟到我運氣好似又翻咗嚟。好似佢就係我嘅幸運星咁，我哋喺老虎機度竟然中咗幾個獎，加埋退咗30幾萬。接住嗰3日，我哋都係用贏翻嚟嘅錢喺度揮霍，食最好嘅，玩最好嘅。靜靜嗰陣到期要翻大陸先，我送佢出關嗰陣真係好唔捨得，千叮萬儂叫我見好就收，唔好再執佢一走，我嘅厄運就真正開始，好似之前積落嘅衰運一次過爆發出嚟。咁佢走咗之後，我一個人去打老虎機，點打都唔入遊戲，10幾萬一刻就冇咗。我唔信邪，去買大細輸，去玩輪盤又輸，最後剩低10萬去打百家樂，結果又係清袋。我當時成個人都癲咗，輸咗70萬，我點會甘心就咁樣走？我又打俾朋友轉咗30萬，諗住最後一搏，點知呢30萬只係令我喺澳門多留咗2日，最後都係全軍覆沒。最後呢次澳門之行，我一共輸咗100萬，嗰種心碎嘅感覺真係記一世。我行去金龍酒店做個按摩，想令自己冷靜下，望住個天花板。我終於明白，一個人要被毀跌真係好容易，只要俾佢割到贏快錢嘅甜頭，就得呢100萬買翻嚟嘅教訓，真係刻骨銘心。原本以為自己係個例外，可以喺呢個大染缸入面撈到好處。最後先發現，原來我同嗰啲家破人亡嘅執徒根本冇分別，輸咗錢嘅挫敗感同埋對自己嘅自責，好似潮水咁湧埋嚟，令我連呼一口氣都覺得好沉重。
澳門呢個地方風景好靚，但背後藏住嘅陷阱真係足以令人一世翻唔到身。我坐喺按摩椅度，眼角竟然有啲濕潤，唔係因為心痛過100萬，而係覺得自己好無能，竟然俾個執字玩弄於股掌之中。我想起靜靜走嗰陣個眼神，唔知下次再見，我仲有冇面目去面對佢？呢場繁華夢終究係要醒嘅。